社会有这个负担，咱这过来对，就是这个认同社会结构负担，我们是另外大家要去理解，大家要去了解，人生是这个世界，拢是一个变迁变变，人生是这个世界，拢是一个存在，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所有的接触后世的后世人的理，这是一个现实的物件，对不对？咱从的地法。天地之法，安那外境、外环境，我的兴趣、参与、外，就是讲咱从社会、家庭、社会的把它们构建，这是咱修学过的过程，应该存在。所以我相信讲，咱修学过的这个，我是个平均的，应该相信做这个来拜托。这是我们到达今年的继续讲光荣的来自于浙江的一些活动，所以常见好多你然后或者为了承认，所以这是人你怎样方面定下来，这个社会你按照我一些上这个社会它的变化，人性的改变。我没有那个经验，他就可以好。这毕竟是在管理、演员、管理这方面，对吧？你讲，可能你去很多的非常重要，也很重要，非常安全的这个事情。因为呢，这个现在是广泛，幕后主题、斗争主题，咱们按照反面讲，咱今天给咱做讲的讲的，给咱做。已经安定，你当你会当往这个用心的当去改善，这是咱的技术，这是咱的技术，这是咱我今天这个所在，这个公司的部分，不管是这个公司的部分，跟这个这个活动，到小区观察，这公司有小区。要走入历史，家庭的思考，政府的这毕业典礼，那小学当中呢，那是相当的回顾感恩这些活动，希望在各位大家给上进行讨论但是这走入历史了后，我们迎接有新的火场来，回顾过去，看来呢，我们未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出生的5星级的国场，在迎接我们的来临，现在的来临，那这个意思，那就让听到了当初，你这样书，也可以叫起来了你今天这个鼓励这个跟讲的对于都没有什么保证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功课，那这里不用话题所以这个。最了发现呢，觉得呢已经靠上班，这个班好像这个这个班是特别棒应该表示呢，这个上中要强调到这个后面的这个经常书了来谢谢各位，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全场一波。